家好，我是张天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俊廷。地狱，因为地狱才看得到俊廷。卫星，大家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了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反差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努力的那种动力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尝试说，就是能够为戏，就是学武术，把身材练到一个极致，这样。对，他是你的名头像989这样。你大声一点啊，有麦。它是一个风格。光头，其实我很想要尝试一下新娘的造型，而且我如果真的要逛的话，我是要那种剃到干净，不要像那种有一点寸头那种，要点那个6个点那种。狗，张哲伟，哇！好假哦！